大角咀奧海城3期蝶起居飲茶。我哋今次搭巴士過嚟比較方便啲，喺銘基書院站落車後向前行，去到街口轉左，繼續向前行，行多2-3分鐘就到奧海城3期。入商場後搭電梯上一層，上一層後轉左向前行，去到 Heartmax 轉右就到酒樓啦。星期1至5早茶8點至11點半，下午茶2點01分開始。早茶同下午茶茶錢都係13蚊。星期1至5早茶點心小點21蚊，中點32蚊，大點36蚊，特點43蚊，頂點50蚊。下午茶點心比早茶少1至2蚊。星期1至5早茶點心22個8起，孖寶43個8。生滾粥45蚊起。早茶鳳爪排骨飯22個8，排骨有雪味，唔係幾新鮮，麻麻。優惠孖寶43個8，筍尖蝦餃王3件，外觀幾好，蝦肉大粒爽口，冇乜筍尖。百花樣魚肚，蝦膠比較少，魚肚味道比較淡。星期1至5下午茶點心9個8起。孖寶43個8，燒味湯粉32蚊起。粉麵飯39蚊起。下午茶順德脆奶卷2件9個8，外脆內軟，少少甜，幾好食。優惠孖寶43個8，香煎虎皮尖椒1大2小，唔係幾熱，可惜。醬皇蒸鳳爪，鳳爪靚仔，花生同鳳爪都夠腍，味道唔錯，好食。脆皮3層腩湯粉32蚊，皮脆肉嫩，肉有啲鹹，翻熱時逼咗好多油出嚟，湯粉爽口，唔錯。早茶埋單102蚊，下午茶埋單123蚊。